早起看世界来关心失智症是遗传，因为是基因的关系。因过美国有一个有失智症基因家族，一个73岁时大是个大拢无发病，所以美国即马嘛有学者是找600外个同款有基因因过无发病案例，要来做研究，希望会当找出为怎伊有基因因过未发病的秘密。道格惠特尼已经73岁啊，不过目睭正金，耳仔正大，记忆也正好。无想到讲，伊是来自一个有阿兹海默症基因的家族。伊9个阿姑甲阿姨，佮加伊的妈妈，一到40岁就出现失智症，到50几岁就拢过身。My grandparents had 14 children. 10 of those 14 ended up contracting Alzheimer's disease. Early onset Alzheimer's. It's devastating. You essentially hav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hat develops these mutations, and people typically start to develop symptoms at the prime of their life. 阿兹海默症是失智症的一种，大部分拢发生伫咧65岁以上的老大人。因故有病人伫咧中年的时阵就发病，主要原因是基因突变。有这种早发生失智基因的人口占无够1%，因生的囡仔要一半的遗传几率。惠特尼的大兄48岁就发病，已经过身。伊的表兄弟甲后一代也大部分拢伫咧50几岁就被诊断做失智症。惠特尼50岁时阵就发现伊有阿兹海默的基因，因过到即马拢有捌出现过失智症的症状。专家认为伊的基因可能佫发生另外一种突变，互伊未得到阿兹海默症。看到老爸享受到健康的老人生活，惠特尼的后生布莱恩真欢喜也真担心。伊已经50岁啊，也同款有失智基因，虽然到即马也无发病。不过想到伊也未成年的囡仔的未来，定然拢困袂去。伊甲伊的老爸最近拢参加华盛顿大学的失智研究，希望团队赶紧找到突破性的发展，互大家袂受失智症的折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